靈情私語，哥林多前書12章12至27節，論肢體關係。就如身子是一個，卻有許多肢體，而且肢體雖多，仍是一個身子。基督也是這樣。我們不拘是猶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從一位聖靈受洗，成了一個身體，飲於一位聖靈。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，乃是許多肢體。設若腳說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屬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。設若耳說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屬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從哪裏聽聲呢？若全身是耳，從哪裏聞味呢？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，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若都是一個肢體，身子在哪裏呢？但如今肢體是多的，身子卻是一個。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着你，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，越發給他加上體面；不俊美的，越發得着俊美。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着裝飾，但神配搭這身子，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，免得身上分門別類，總要肢體彼此相顧。若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；若一個肢體得榮耀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。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，並且各自作肢體。12至14節，肢體連於聖靈。一個身體有唔同肢體，肢體雖多，仍舊係一個身體。同樣屬主嘅人就係嗰啲肢體，身體就係基督。所有嘅基督徒，無論係乜嘢階層國籍，都係被聖靈感動信主，佢哋就連喺一齊，就成為咗基督嘅肢體。15至18節，肢體各有不同。喺身體上有唔同嘅器官，有眼、有耳、有手、有腳。腳唔能夠講我唔係手，所以唔屬呢個身體。同樣唔同器官都唔能夠講我唔係嗰個器官，就唔屬嗰個身體。其實每一個器官都有獨特嘅功用，互相配搭成為身體。事實上，身體都唔可能只有一種器官。同樣道理，神都係將唔同嘅信徒放喺一齊。19至25節，肢體互相配搭。神隨自己嘅心意將唔同嘅信徒放喺一齊，目的係叫佢哋互相配搭，成為完美嘅身體。但有啲信徒係軟弱㗎，有啲係剛強㗎。軟弱嘅信徒喺基督嘅身體係不可少。正如一個身體上有唔同嘅器官，有唔同嘅作用，佢哋唔可以互相排斥。喺基督裏邊，嗰啲軟弱嘅信徒好似冇體面一樣，我哋就會加俾佢體面。意思就係盡力幫助佢，扶持佢，叫佢長進。呢個就係神有意叫我哋彼此配搭。26至27節，肢體共同承擔。肢體之間應當有緊密嘅關係。喺一個屬靈群體中，個人嘅事亦係群體嘅事。若果一個人受苦，全體受苦；一個人得榮耀，全體得榮耀，共憂共榮。呢個係神所要求嘅。因此，我哋係屬於群體，又係個體。保羅以身體為比喻，指出信徒同群體嘅關係，有幾方面對我哋提醒。第一，每個人嘅能力、恩賜同才幹都唔同，應當學習配搭。第二，有軟弱嘅肢體，應當盡力輔助佢。第三，肢體間唔可以互相輕看。第四，肢體間應當學習共憂共榮。親愛天父，你將唔同嘅信徒放喺一齊，目的係叫我哋彼此配搭成長，
求主叫我哋唔好互相輕看，要學習彼此共憂共榮，建立完美嘅基督身體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乜嘢係基督嘅身體呢？第二，你係咪常常同肢體彼此配搭去侍奉神呢？第三，你係感受喺基督嘅身體嘅美好嗎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